日本人氣組合 Wings 首度訪港，吸引咗幾百名 fans 嚟到機場接機。機場方面亦都嚴陣以待，出動大批保安同鐵馬維持秩序。Wings 三子步出閘口，現場即時陷入瘋狂狀態。哇，勁啊！唔知仲以為馬會又派紀念品啊！到咗第二日，佢哋正式喺天馬南嘅音樂會度演出，同 dancer 大唱大跳，現場氣氛爆晒燈。